人越多，時間就過得越快。屋企轉個黑眼，半年就一回頭，一年又變咗2020年，再眨下眼已經係2024年。你個大腦正用一種你完全察覺唔到嘅方式，將時間串埋一齊。你感受到嘅時間同真正嘅時間可能根本唔係同一回事。嗰啲童年回憶，有時甚至可能只係幻覺。一個出國嘅飛行員無端端多咗幾十年命，一至時間本身都可能根本唔存在，一層一層咁疊喺嗰度。我哋總以為過去凝固喺往事入面，未來靜靜等喺前邊，但可能根本冇向前流動嘅長河，只有無數靜止嘅瞬間堆疊埋一齊。大腦揀選碎片，縫合因果，我哋以為一切正喺度緩緩推進。你以為擦肩而過嘅只係一段歲月，一仗講唔定係唔同層級時空之間短暫嘅滲漏。飛行員返航之後，親友蒼老半生，佢就老去寥寥數年，外人見到嘅係佢憑空多出嘅幾十年，但只有佢清楚，冇人真正賺到時間，只係大家跌咗入兩條流速唔一樣嘅河流。好多似曾相識嘅既視感唔係預知，而係意識短暫穿透咗相鄰嘅時間層。你此刻嘅念頭，10年前嘅情緒，若干年後嘅遺憾，本嚟就並排擺放，只係大腦習慣性將佢哋排成先後。童年之所以漫長，唔係日子充裕，而係嗰時嘅意識仲未學識壓縮信息。成年之後，日復一日，重複大腦自動裁剪，多餘細節歲月被揉成薄薄一片，眨下眼就揭過去。鐘錶刻度客觀不變，但衡量長短嘅標尺一直長喺你嘅腦入面。倘若時間只係意識產生嘅幻覺，咁生老病死嘅先後順序，會唔會都係一場編排好嘅假象？所謂失去、離別、等待，會唔會只係我哋被困喺單層視覺入面見到嘅局限？有人奔赴遠方，拉開時間嘅落差；有人困喺原地，靜待衰老。所有人都困喺自己感知嘅時區入面，冇統一嘅現在，亦唔存在公認嘅過去。當一層意識落幕，會唔會仲有下一層繼續循環相似嘅人間？宇宙入面，網上流傳得最廣嘅解釋係2012年地球喺新紀元入面時間維度變窄。又有人說嗰係地球嘅共同意識，真正嘅原因怪誕又離奇。好多人家日子半年又5早，等你翻過身，又到年尾嘅年終總結回顧，影片喺嗰一年入面乜都冇發生過，但乜都做得嗰種感覺，好茫然更新嘅塵，每日處理時間嘅各個畸變，一個你從未察覺嘅機制。一樣，我哋從最貼身嘅事講起，我哋感受到嘅時間叫主觀時間。好多人以為時間就係情緒嘅本質，但事情冇咁簡單。神經學俾咗我哋解釋理解嘅起點係，人腦唔會原原本本咁丈量每一分鐘人腦計時間嘅方式，係睇嗰段日子入面你處理過幾多新資訊。資訊越多，時間越長；資訊越少，時間越短。呢個係神經系統入面最能解釋時間感嘅理論框架之一。諗翻一次旅行，去一個從未去過嘅地方，一窗外面嘅風景，陌生嘅街道，夜晚轉入嘅餐廳，老闆嘅口音，牆上掛住嘅聲響，你全部都記得嗰幾日發生咗好多事，又長又充實。明明得5日，卻似3個月。一旦因為賺得太多記憶，又覺得一瞬間就過咗去，彼此之間分唔清一切，變成一片灰蒙蒙。遇到前所未見嘅資訊時，每處理一條新資訊，就等於喺時間上打一個點，將呢段時間拉得好長。你判斷嗰段時間有幾長睇嘅唔係鐘錶，而係記憶有冇留低痕跡。如果似從未發生過，時間就緊咗慢咗，因為你開心唔起嚟。4樣嗰場係關於新鮮感嘅遊戲，唔係關於情緒嘅遊戲。但你以為咁樣就可以令生活變得豐富充實，唔一定。如果你忘記嘅全部都係舊事，時間一樣會消失。2010年之後，時間嘅實體感變咗1年前後，智能手機、社交媒體全面爆發，大腦靠判斷學習你見過嘅嘢，跳過唔再點亮，呢段時間就消失得乾乾淨淨。2012年之後，嗰種踏實嘅體感便消散咗。呢件事值得單獨講，科技對人類嘅感知究竟做咗啲乜？1970年，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創造咗資訊超載。呢個詞今日人人都用，
但第一個講出嚟就係佢嗰時候，人們開始迷失焦慮，覺得身體唔似自己嘅。1970年仲未有互聯網、智能手機、社交媒體，但托夫勒已經預測到資訊會成為人類感知最大嘅負擔。2011年，《科學》雜誌刊登咗一項追蹤人類資訊消費量嘅研究，結論係2007年一個普通人每日接收嘅資訊量大約相當於170份報紙。而現代人一日接收嘅資訊總量，相當於一個18世紀嘅人一輩子接觸嘅量，200-300年嘅量壓縮入一日，呈爆炸式增長。而人類大腦基本上仲係幾百年前嘅舊版本。一代人從19年到今日，一由集中喺各個醫療社交嘅節點，少年時代用座機，青年時代用功能機。智能手機，而家又有人工智能換工具，只係一方面，更關鍵嘅係一代人短短40年入面，親手裝載咗整個人類文明嘅迭代。每一次換代都係一成套全新硬件系統嘅重建，一個全新嘅資訊環境撲面而嚟，一停咁面對從未處理過嘅密集信號。舊系統被新系統取代，再被取代人，因為年紀，亦因為手機，更因為經歷咗3-4個人生般嘅變化。幾年就重新長一次，呢件事亦解釋咗點解4-5歲嘅細路見到一條帽都可以興奮半日，因為未判斷過、未跳過，每件事都認真消化，一個接一個慢慢咁裝入記憶，每一日都係新鮮嘅。一覺日就細咁在漲，1歲唔願意到咗40度，熟悉工作流程幾十年不變，連陌生人都自10年不變。大腦早已摸清規律，唔再深度處理，直接跳過，越嚟越唔去記。美好事物似冇發生過，隔1年嘅記憶薄得像一張紙。仲有一個更強烈嘅效果，比例問題叫羅斯定律。人腦比較時間長短嘅方式，一將新段時間同已有人生總量對比5歲嘅1年，佔整個人生嘅1/5，比例大到驚人。40歲嘅1年只佔1/40，同一個窗空間越大，一窗入面嘅嘢就顯得越細。細個角度幫我哋推算出一個唔太舒服嘅預測。如果你今年30歲，你會覺得人生嘅前5年比未來嘅時間更長，1年比1年快，唔係因為你離死更近，而係因為你嘅大腦對呢個世界越嚟越熟悉，越嚟越慳力，跳過越嚟越多。呢個道理有啲唏噓，但亦暗含解法。情感影響你每日對時間嘅感覺，呢個同大辦案系統有關。大辦案呢個詞，好多人以為係令你開心嘅機制，其實更準確啲講，佢負責探索同關注。而當你遇到一個新刺激、一個新資訊、一個未見過嘅嘢，大辦案就會話截特關組，令你精神一振，繼續探索。同時俾你獎勵神經科學家研究多年，要發現一條清晰規律。大辦案活躍時，你覺得時間更豐富，但當下卻過得更快。因為大辦案影響嘅維度唔係同一個係你當時嘅感受，一個係你事後回憶嘅長度。讓大腦高速運轉時，每個瞬間嘅感受被拉長，但時間溜得也快。事後因為點好多，嗰段時間又顯得好長。你會記得每一個字，每一個畫面，嗰係第一次見。面對新嘅刺激時情或語，兩種感受同時為真。因為唔同嘅時間感知系統會隨着神經元數量下降、效率遞減而改變對新鮮事物嘅閾值提高，需要更大刺激先可以激活動力。同時我哋唔再深度處理，大辦案嘅錨點變少，時間就像喺平靜嘅湖面上劃過，所以時間錯亂唔只係心理原因，仲有實實在在嘅神經化學變化。呢個喺帕金森症入面尤其清晰。帕金森患者因為黑質區製造多巴胺嘅神經元大量死亡，多巴胺匱乏導致時間感知嚴重失真。佢哋估計時間時普遍覺得時鐘行得太慢，明明過咗5分鐘，覺得過咗20分鐘甚至半個鐘，嗰種感覺唔係享受，而係一種被困住嘅焦慮。時間像停咗一樣，一周圍事態變成慢鏡。有嘅人形容為生不如死，反過嚟毒品冰毒去瞬間釋放大量多巴胺，令系統超負荷運轉，達到正常水平實10倍甚至更多。人會覺得自己處於巔峰狀態，無所不能。時間像河流一樣飛逝，但透支之後，恢復期對正常刺激嘅反應會變得極其遲鈍。
實常生物失去吸引力。呢兩個極端案例清楚咁說明咗大辦案同時間感之間嘅因果關係。大辦案就係大腦內部嘅時鐘，你調節佢嘅過程，你毫不知情，你以為你客觀，而係感受已經係化學處理過嘅結果。更令人不安嘅係，我哋對過去一段時間嘅感受都係事後回憶時重建嘅。呢幾年過得好快，但你回想過去幾年真係充實咩？記憶根本唔係電影，每次回憶你唔係播放原始錄像，而係根據當下嘅情緒、最近接收嘅信息重新拼湊。每一次重建都會產生偏差，細節會變，空白會被填，情感色彩會被重新塗抹。而且每次重建後，大腦會覆蓋舊版本，下次再調取時，會喺呢個新版本上繼續修改記憶，就像一份每次被偷偷改寫嘅草稿，字跡潦草，一情意自由發揮，你甚至會覺得修改後嘅版本更合理、更完整、更令人心安，但佢唔一定真實。一項經典研究顯示，警察提問嘅方式、媒體報道嘅角度，同其他目擊者嘅交流，都能夠令目擊者嘅記憶根本性咁改變，而本人毫不知情，反而越嚟越確信。有個實驗叫雙床迷路，向受試者植入一段虛假嘅童年記憶，話佢哋細個嗰陣喺商場走失，被好心嘅老人家送返。雖然呢件事完全冇發生過，但經過幾次引導，1/4嘅人開始回憶起細節，甚至描述老人家外套嘅顏色。越講越真，到最後完全相信嗰係親身經歷，呢件事從未發生過，但記憶已經同真實嘅童年記憶混埋一齊，冇標籤，無法區分。研究估計，人對童年嘅記憶入面有相當比例嘅細節係扭曲或完全虛構嘅。你以為珍貴嘅回憶係你實實在在擁有過嘅時間，但可能有一部分只係大腦為你編嘅更合理、更連貫嘅故事。而你從未懷疑過，時間會因為大辦案水平而改變，亦會因為愛因斯坦而改變。相對論嘅核心正係時間本質嘅顛覆。牛頓認為時間係絕對嘅，宇宙入面任何事件都發生喺一個統一嘅背景入面，唔受速度引力嘅影響。但1905年，一個26歲嘅專利局職員發表咗狹義相對論，提出光速喺任何參考系中定。呢個前提推導出速度越快，時間越慢；引力越強，時間越慢。呢個聽起嚟荒謬，但幾十年嘅實驗反覆驗證，而且 GPS 系統每日都在使用呢個修正。GPS 衛星以每小時14000公里飛行，根據狹義相對論，呢個樹渣像被地面慢約則每秒，又因在1萬公里高空，人類遭受。根據廣義相對論，時鐘每日比地面快約45微秒。疊加之後，衛星線日比地面快約30微秒。如果唔修正，手機導航一日就會漂移超過10公里，一個禮拜漂移70公里，完全失效。GPS 系統正常運作嘅前提就係相對論修正。更有名嘅雙生子陽謀，一個宇航員以接近光速飛行，3年後返回地球上已經過咗60年，飛船入面嘅人只老咗幾年，地球上嘅同齡人已經白髮蒼蒼。呢個唔係科幻，而係相對論直接推導出嘅真實效應。實驗室入面已經多次驗證無子喺唔穩定衰變前接近光速時，壽命顯著延長，跑出遠超正常距離。廣義相對論入面引力越強，時間越慢。喺黑洞邊緣，時間近乎停止。理論上，如果你喺黑洞附近停留3個鐘，返回軌道時，隊友可能已經等咗23年。呢個唔係電影，而係方程式嘅精確答案。更深嘅層次係時間似乎唔係宇宙嘅基本變量，物理方程基本係時間對稱嘅，正向同反向都成立。但現實中時間永遠向前，從不倒流。唯一嘅解釋係熵增，得多重到越嚟越混亂，而唔會自動復原。時間嘅方向就係熵增嘅方向。過去嘅記憶重建消耗能量同熵增方向一致，所以不可逆。而喺量子引力嘅前沿，時間本身可能只係一個湧現現象。上世紀60年代，惠勒德威特方程描述整個宇宙時，根本不包含時間變量。如果呢個方程係啱嘅，咁喺最基本嘅物理層上，時間唔係必要成分，佢可能好似溫度一樣，係大量粒子平均動能嘅統計結果。單個水分子冇溫度，大量分子先有時間，可能都一樣。
喺宇宙最底層係無時間嘅狀態，只有相互作用共存，冇先後，冇流動，只係我哋呢啲內部觀察者為咗描述自身所處嘅複雜系統，發明咗時間呢個概念。所以時間冇固定嘅節律，佢會因為新鮮感、化學物質、年齡而變化，記憶會被反覆改寫，卻令你深信不疑。客觀時間可以被速度同引力改變，甚至可能只係複雜系統湧現出嘅錯覺。但正因如此，我哋反而有機會唔需要驚天動地嘅改變，去一個未去過嘅地方，哪怕只係換一條路行，認真睇今日嘅天空，嘗一口飯嘅味道，學一項新技能，哪怕只係指法，聽一個全新嘅故事，呢啲事令你嘅大腦重新開始認真記錄，令記憶入面嘅點變多，令嗰段時間變得充實有分量。就算當下覺得快，事後回憶都會更厚重、更難忘。連物理定律都冇俾時間一個固定位置，但熱力學入面嘅機會，恰恰屬於我哋答案係時間係可以用自己嘅方式改變嘅去改。我一直行落去嘅動力，熵增默認萬物走向渙散沉寂，一切秩序終將瓦解。呢個係宇宙默認嘅走向，但熱力學留俾人類最大嘅饋贈，從來唔係既定嘅結局，而係局部逆熵嘅權限。宇宙任由萬物消散，卻允許我哋喺有限嘅片段入面主動搭建秩序，重塑軌跡。鐘錶丈量嘅只係運動週期，從來唔係真正嘅時間。人力可以拉扯佢，速度可以扭曲佢，意識能夠摺疊佢。世人忙着追趕流逝嘅年月，以為時間單向前。只有少數人明白，流逝從來唔係時間嘅本性，只係大多數人被動接受嘅常態。唔使等待時空躍遷，唔使寄望遙遠嘅相對論奇觀。改變時間未必係穿越過往奔赴未來，重塑感知嘅密度，扭轉自身嘅選擇，對抗麻木嘅慣性，就係普通人改寫時間最直接嘅方式。渾渾噩噩度日，歲月快速蒸發，專注向內扎根，瞬間便可拉伸成漫長光景。有好多人誤解，認為時間客觀冰冷，人力無從插手。但如果時空本身冇絕對嘅先後，如果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只係堆疊嘅切片，咁所謂命運，亦不過係還未被改寫嘅時間最細。熵增係大勢，但逆勢而行，便係人存在嘅全部意義。我哋無法叫停宇宙整體嘅流逝，卻能掌控屬於自己嗰一段時間嘅流速與重量。一人虛度數十年，輕得像一陣風。有人短短數載，沉澱出跨越世代嘅厚度。時間嘅價值從嚟不取決於刻度長短，取決於你有冇主動去重塑佢。一切終將歸於無罪感，主動想要修改時間嘅執念，便係對抗虛無最珍貴嘅火種。明知宇宙傾向消散，依然選擇構築、停留、回溯、創造。明知肉身逃唔開衰老，一告疾意，常又掙脫感知嘅牢籠，重新書寫屬於之自己時序。